喝啥，奶奶？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溪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啊解决好的。奶奶我呀，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